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昨咱增加78个本土个案，死亡个案有13例。即马因为印度的变种病毒已经侵入国内，除了会扩大来采检，加强防疫。指挥中心也宣布，对今仔日开始，所有入境的旅客袂当踮厝的隔离，拢着爱住防疫旅馆，或者是去集中检疫所。昨暗也已经开放线顶注文。新冠本土病例继续增加，拜六日增加78例本土病例。屏东关注感染事件，累计已经有12人着病，其中6例经过基因定序了后，拢是印度病毒株。包括为秘鲁回来的祖孙2个人，为了避免感染扩大，将采取高大应变措施，包括扩大颗粒接触者甲采检6月20日起，伫当地设置社区体检站。当地医疗院所爱加强通报甲感染管制措施。当地超市、超商、餐饮业甲传统市场等场所关起来3天，互确诊个案妥善照护。若符合单独抗体类的思维等使用条件，随着使用。目前都没有人住到加护病房当中哈，目前有几位是有肺炎的情形，有2位哈在使用这个瑞德西韦，那另外就是有这个5位哈是使用这个单株抗体在治疗。另外，为了因应20起为重点高风险7国以外的国家入境旅客大数需要，包括过去14天旅游史甲专机，指挥中心将开放集中检疫所，互民众自费使用，为日暗8点开放订房。是每人收新台币2000元整。那12岁以下的幼童父母就是有同住的，那就不另外再收费。为了减轻民众负担，指挥中心宣布，部立病院 PCR 自费采检费用为20起自原底5000降到3500，急件为7000降到4000。另外，莫德纳疫苗7月头一波将配送大约106万筒到各地方卫生局，各分2批次配送，将开放第1类到第8类对象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因为印度的变种病毒 Delta 已经探入来屏东，是一位对秘鲁返来台湾的马孙仔确定去围着啊！即马相关的群组感染已经有12案，其中有6例拢是确诊去围着 Delta 病毒。屏东县即马是已经实施准4级警戒，邦山乡、红岗村甲神如村的这个民众全部拢着爱体检。18岁以上的村民今日开始会先注疫苗。当地呢对昨开始，小连续3天，超商、市场甲餐饮店全部拢停业。县政府也已经发物资，互民众暂时应急。农用的搬运车载着已经包好的防疫物资，由村长带路，一包一包要送往村民因兜。内底有卫生纸、罐头、饼，还有泡面甲米这物件，提供无多采买民众暂时小度一个。屏东县府自主提升防疫规模，邦山乡、红港、县有2个村，对2日开始连续3天，所有超市、超商、餐饮业甲菜市啊这场所停止营业，甲亲像准4级同款的警戒。来逐户来发，因为无爱人来遮尔，意思就是减少群聚嘛。拢无开，我车头遐嘛拢无开。所以要走种远去买物件。落去放了，无就落去乡村。印度 Delta 变种病毒株入侵屏东社区，除了已经确定围着的秘鲁返来台湾的祖孙2个人，指挥中心搁再公布，祖孙2个人隔壁亲情甲厝边3个人，还有计程车司机也是围着这种的病毒。这个病毒互相烧化已经有6个人。屏东2楼新增加的3例确诊是计程车司机带到店的厝内底人，包括家后妈妈甲外籍看护。虽然病毒株由等待确认，这个秘鲁祖孙团部链已经有12个人了。它本身是一个超商，就是超商，它本身上班的地点为10连制的场所，所以我们有发一批疫情警示的简讯。另外，指挥中心也同意2村的民众优先来注射疫苗。官府表示，会得到分配1200剂 A Z 疫苗。邦山老人活动中心已经安排动线，27早起开始，年满18岁以上村民依照村里分配来注射。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伫咧25宣布，准若医疗院所有已经透起来，逐日上尾罐无注料的这疫苗，开放18岁以上的民众来注文。不过，各县市注文有约的方式无啥共款，咱做伙来了解。
为了要避免新冠有风车开放了，若是现场的人最好也有剩的浪费。指挥中心宣布，6月25开始开放各医疗院所，甲每工最后一罐有风车所剩的量，开放予目前输列外的人员组。不过中央报答了后，各县市的做法无同款。像新北市开放27间病院、29区的卫生所、177间合约诊所规划执行，民众会当打电话或者是伫咧网络顶登记，对象是第1到第10类工会组的人员，抑个18岁以上的民众。同时，准的是优先提供予原本开放的对象甲病源名单，若是抑个有剩才开放予候补名单组。贵人市宣布剩的量无多，无开放有效。新立县也无开放一般民众有效，只敢提供予1到10类的对象组。台中市是甲剩的第1优先予7到10类的工会人员组，接来则是18岁以上的民众。台南市是甲剩的量集中，甲医疗院所讨论要安怎有效组。高雄市会依照住的地点，以65岁以上的是大人，抑个1到7类的工会人员优先。由注射单位依照名单通知，强调最后一罐有风车开罐的原则是 AZ 爱6个人以上到场，莫德纳爱9个人以上到场。中华县政府公告是列册对象甲65岁以上的是大人优先，请民众莫搁打电话来有效。宜兰县卫生所伫咧25月头开始开放电话有效，第1批1800的名额已经满了。县府讲第2批剩的量会看进行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西南风变强，中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会落大水雨。因为北部、东半部天气会真烧热，咱斗阵来去看分图。今日中南部地区因为正方面，雨水会较高，因为苗栗以南部分地区会落雨，也有机会上大雨。在北部甲东半部是多云到好天，因为受西南风沉降，东南部有一寡所在会有火烧风。台东县伫咧高温灯号这部分是到黄色的灯号，北部、东部温度有机会来到35度。到了后礼拜四，中南部的雨水就会较减。拜六太平洋高压变强，台湾就会正式进入热天的天气形态。各地伫咧过渡过，拢有机会落雷公雨。今日来讲，前一阵因为各地拢有雨水，伫咧南投就热潭的水库水位升悬，假日全有袂少旅客讲要去遐佚佗。不过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12日，当地民众是伫社区的出入口设立这个防疫站，准纳民众出入，希望讲考劝民众出入，暂时拢莫入去。不过效果无啥好。来到南投的热潭，伊搭小社区的入口，每一台车拢要经过这款的停驶。算6点去后面。防疫站头前车牌真长，工作人员依照规定量体温、心压计也一定爱有。虽然车一台刷一台，当地民众却是真烦恼。部落的青年甲形象商区拢申请路权设了防疫站，伫出入口来考劝民众，暂时较莫出门是比较较好。来这里晃一下吧，因为最近都下雨嘛，他们都说会想要来看满水位的日月潭，运动一下。我不会跟人群一起啊，我就是自己也带便当啊，我就骑一圈，然后就回去了。三级的警戒延长到7月12日，也毋过前一阵落雨，互热潭的水位上升，美景搁再出现。当地市讲平均一天大约有300台车次，假日更加有400台车次，也搁配合防疫，景点又关起来，也只好尽量来考劝。另外，在中部疫情方面，离南投县甲台中市拢是零确诊，离彰化是新增加1例，是陪人看病的人采检阳性。陪这个婆婆去住院的时候被采检发现阳性。那昨天是一个男性陪阿公去动手术前在医院采检变阳性。夜间批表示，彰化已经连续2天出现陪人看病的人采检阴性，即阵感染源不明。里表例关是新增加1例，是科技厂的外籍移工。疫情调查无公共活动数，也过感染源不明。即阵也启动公馆乡的免费社区快速检查，防堵社区感染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带乡亲，咱斗阵来去看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游览车新的评鉴结果出来啊！无下规定的业者计共有27间。公路总局伫咧6月底进前会对外来公布名单，针对无通过评鉴无立顶的业者会来辅导要求改善。限期内准若无改善，上当会起红吊销营业执照。联合报来看这种国内疫情，还伫咧看。
行政院表示，已经和台政电甲英灵基金会针对专案采购疫苗的必要文件已经完成签约，也那同款有意要来关疫苗的资助基金会，蔡总统也有和证监法司通过视讯电话，保证会积极来处理这件代志。来看《中国时报》，8月284项公投刚未如期举办的中选会会伫咧7月初2来检举。民众党立委张基乐认为，现阶段爱以防疫为优先，公投爱前一个。那赢立委是主张爱等台湾下修到2级警戒才过来办。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罗致政是讲，中选会会甲疫情中心来参详，才过来决定。来讲新北家禽运销合作社移工群聚感染继续在咧扩大，已经有19个人确诊啊，其中有17个人拢是移工。对今日开始入去市场，就要有阴性证明，或者是有做过疫苗的人才通入去。北部上大的家禽屠宰场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表示，移工互相相互感染，家禽运销合作社也启动防疫全面管制做法，包含提阴性证明，也是注射疫苗才法度入场。移工是全面隔离停工。明天没有持阴性证明、施打疫苗不能进场。另外，9条的生产线独立厕所使用，人员休息时间错开。最近特权注射疫苗事件一直爆出来，位在新北市淡水饭店温泉庄，进前则因为防疫旅馆却是南斗阵大，互新北市政府冻罚50万块，下令停业1个月，并且取消防疫旅馆的资格。最近互爆出特权造册，互当市长出来的人甲员工拢注射疫苗，遭到以上侦办。业者的行径恶劣至极，管理局深感痛心遗憾，已经在6月19号检具了相关的市政。全案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管路局讲，温泉庄除了有防疫旅馆资格时阵，敢若提报无实在疫苗注射名单，开设伪造文书，也有企图互公务人员定在不实。这做法真歹，不过当市长老爸是认为讲，家己注射疫苗真合理，也讲卫生单位若是感觉无合理，造册申请的时阵就应该爱拒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即阵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咱的本土病例数增加78例，因那台湾本土病例数即阵加起来，计共有13323例。来看各县市病例数的分布。即阵伫咧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387例，台北4372例，超过100例的县市有桃园682例，苗栗543例，基隆301例，彰化261例，台中197例。另外，伫咧死亡个案，昨咱增加13例。现此时，全台湾本土病例数，佮加上境外的病例数，计共有14545例。因那这数据拢是今日早起疾管署上最新的资料。为着遏制北农的疫情，台北市政府已经成立2个指挥所，也有设这个疫苗注射站甲快筛站。因那昨透早就袂少打商排队要来注射。北农全体人员后礼拜也会开始做 PCR 的核酸检测。因那台北市长郭文特也讲，会传1万剂的 AZ 疫苗，赶紧来替这个市场人员来做。真侪民众离岛主持伫万代第1区民活动中心外口排几排，就是为了要注疫苗。北农爆发群聚感染，为了防止疫情拓开，北市府伫遮成立第1指挥所。一名北农上校上顶伫维护到病院注射，一透早特别到场，领号码牌，也毋过无清楚敢袂当注着疫苗。问题现在不知道啊。对啊。你几点就来排啊？8点。我早才看到电信啦，算过期，其实过2天啊，看才到这用袂啦。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伫前进指挥所启用前视察，包括人员甲军方进驻，执行内测确诊者中小消毒，要调作业政政府佮设立疫苗站，一天会当替200位北农专案人员注射，也开放一般民众快筛。我们有分批，我们还要造册，那这要很严谨的去处理，不是说来随便人家来都可以打，不是。为了防止大卖市场疫情拓开，北市府后礼拜除了安排北农专体人员 PCR 检测，也要将村内1万剂 AZ 疫苗到大卖市场大规模注射。这个礼拜没有打完的下礼拜1、2、3、4会全部把它打完的全部造册。我们也会换宽的刚才讲过那个你说一张什么承销人的牌照他讲说他有4个工作人员，那不要紧，只要造册我通通都处理。
国文地指出，北龙军事案凸显出药调盲点。即马药调只显示，确诊者居住地未公布工作地，卫中心审视药调系统，也将借重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必胜，围堵苗栗电子厂军事经验，防止疫情扩散国家。新北市即时信息交换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英国上届新一个卫生署公布的资料，英国到6月初为止，为着印度变种病毒的人有33000多人，不过死亡率缩减达0.1%左右。在英国有开业资格的医师就认为，这是因为当地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60%，台湾就要赶紧注疫苗，才通抵挡印度变种病毒的侵入。印度变种病毒 Delta 互全球新冠疫情带来新的威胁。根据英国公共卫生署6月11公布的变异株数据报告，为着 Delta 病毒死亡人数42人。不过，在今年2月份到6月初7，总位病人数有33200多人，致死率0.1%左右，比全球平均的致死率2.1%要搁较低。英国注册医师叶廷如表示，这是因为英国疫苗涵盖率已经达到6-7成。1剂的 AZ 是70几%，1剂的 BNT 的话已经是90几%了，然后2剂的疫苗下去的话，不管是哪一个疫苗，它的这个防止住院的这个保护力都可以达到92%或者96%，都非常的好。因为 Delta 病毒传染力比英国变种病毒高碳60%，医师表示，扩大疫区体检真重要。第一线边境甲防疫人员也要赶紧注第2剂疫苗。在南部，他们有一些热区，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些布局。那另外，边境检疫以及照顾边境移入个案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的第2针是不可以等的。我们现在正积极的在做围堵，所以我们会扩大框列。那相关不管是有接触来往，不管是从职业别来看，从移工或者是非法的移工这一类的足迹，我们都会去调查。因应Delta变种病毒侵入社区，陈时中表示，针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只要超过10分钟就会扣列。也若社交距离的规范敢会变严格，会搁再和专家小组来讨论，希望阻止扩散。记者阿敏珍、林秀凯台北报道。来讲马赛克这种艺术，对古希腊到古罗马时代流传到今有几万年的历史啊！伫咧奥克兰，即嘛有一批专门咧研究马赛克艺术的工作者，因伫咧公园、教堂、费心神伫咧修复，希望互更较侪人看到这个作品。一寡少年人伫咧旧条仔顶头过念字，然后用各种不同形嘅态度打出建筑物、森林、公园这种图形，象征前苏联时期的各大城市。Займется этим. Тем более сказали, что оставят только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волонтеры сами своими силами восстановят эту мозаику, поэтому взялись за эту работу. 马赛克是历史真久的艺术形式，上早当追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得到古希腊甲古罗马文明的扩散，影响到地中海沿岸，甚至规个欧洲。一寡所在的东正教、天主教甲基督教的教堂，也有伊斯兰的清真寺，里面的装饰拢会让看到马赛克。无神论的前苏联，伫咧赞扬共产主义的艺术形式里面，也能看到马赛克。用列宁后面的切诺比核电厂，也有都市内面的集体主体，拢会让看到用马赛克打出来光荣群众的壁画，得到奥运奖牌运动员。对即马乌克兰人来讲是无介意的记忆，不过依然是历史的一部分。Насправді мозаїка – це такий дуже витривалий вид мистецтва. Якщо його не чіпати, то він стоятиме там сотнями років і буде прекрасно виглядати. И в этих школах мы учились. Я здесь родилась и выросла. Это мой микрорайон. И мне не все равн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Это последнее, что осталось из нашей жизни. 为了要推广马赛克的艺术，乌克兰北部的切尔尼戈夫少年的艺术家想办法将前苏联的马赛克形式保留落来。因曾经涂骹设计出理想中的马赛克艺术品，提掉共产主义的印象，放入传统的乌克兰图形，希望未来将这寡去苏联化的作品展示伫咧乌克兰各地城市。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译。
过去若讲到车会飞天转地，可能只有伫咧电影才看得到。毋过即卖美国的新创公司研发出会当伫咧空中飞行的计程车，未来有机会伫咧空中载人客，就免甲人塞车。各国即卖也正积极伫咧研发，亲像即款的空中飞行车，毋过爱克服法规的限制，要正式推出服务，可能要等到2025年。这台飞机甲直升机合体的飞行器，飞过山谷、沙漠，也飞过海面。唔通就是这是科幻电影，这是美国一间新创公司所做的空中计程车。飞行器是采用垂直起降的方式，唔免有跑道，一个当适应无同环境。动力是靠电池，碳排放量是0，会当讲是空中版的特斯拉。 Archer is building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ircraft that will be used in and around urban environments. 平均1.7的速度会当到240公里，上远会当飞100公里。伊的石膏顶头有6粒5叶的引领，边仔抑个几落的2叶的引领。除了飞的时阵会较窄，也较细声。Do here is move that traffic that's having trouble on the ground into the air. 自纽约甘乃迪机场到曼哈顿市中心，开车一般就要60到90分钟。不过以后坐这种空中计程车，只要5分钟到7分钟，会当解决大城市塞车的问题。空中交通的时代要来临啊！韩国现代汽车全球营运长讲，因这么正积极伫咧开发飞行车，除了载人客，也纳入无人机的货运服务。不过，上紧伫咧2025年，伫咧美国甲韩国推出空中计程车的服务。 通用汽车也宣布要加入这场空中竞赛，因旗下的豪车品牌伫今年的 CES 展览发表概念车，除了会当垂直起降，也佫会当自动驾驶。不过，通用汽车副总裁讲，伫即马抑佫真侪技术甲法规的障碍，也佫费安的问题，所以全美国可能要到2030年才有法度商业化。即马已经有6间公司宣布要投入开发空中计程车，其中一间德国新创公司已经试飞成功。 希望会当伫咧2024年巴黎奥运电视。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西南风变强，中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会落大水雨。因为北部、东半部天气会真烧热，高温会来到35度，大家就要特别注意，这日头真炎，唔好去拍照。咱就会来看各地头下半部的天气资料。 在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在中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1度；南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0度；东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 伫金门、平阳、马祖25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